4日後就係聖誕節，每日黎明時分，桑樹都宣告冬季抵達伊比利亞半島內陸，而且令秋季嘅蘑菇死亡。冬季來臨，即使太陽出現，可以穿透雲層，又或者係雲霧，佢都唔會升到天空嘅極高處，天氣因而更寒冷，部分地方嘅溫度可以降至-20°C，例如阿拉貢自治區嘅特魯埃爾。喺1963年12月，溫度低至-30°C，不過並冇嚇走鶴群，因為佢哋係嚟自更寒冷嘅地方。圍繞名城馬德里嘅高山，亦喺霜雪下甦醒。瓜特拉馬山脈國家公園係令人驚訝嘅地方，有巨型花崗岩同陡峭嘅山坡，名為拉柏瑞濟嘅岩石結構好崎嶇，動物難以喺上面奔跑，除咗西班牙綿羊。佢哋跑上呢啲岩石嘅最高處，避開捕食者。11月開始，氣溫下降，令紅星由山頂落嚟。山頂高度有2000米。自春季以嚟，佢哋同雌性以及仔女分隔好遠，但係呢種頑強生物嘅交配季節，隨住氣溫變冷又再展開。雌性中意令決意交配嘅雄性窮追不捨，要好耐嘅時間先接受雄性同佢哋交配。雄性討好雌性時，舌頭嘅動作睇落可能有啲古怪，但係咁係為咗用口內嘅感官分析費洛蒙，從而得知每隻雌性所處於嘅排卵期。要過好多日，甚至係幾星期，雄性先會獲得雌性接納。佢哋嘅性細胞嘅產生必須完全同步。雌性肯定自己可以受孕，先會接受雄性。目前仍然時間尚早。到咗12月尾，所有雌性都完成交配，只有最強壯、有最大嘅角、有最深色嘅皮毛、最頑強嘅雄性，先獲得雌性接納。西班牙綿羊嘅自然淘汰過程，包括動物界最激烈危險嘅搏鬥。部分打鬥持續長達近1小時。最神奇嘅係，參與打鬥嘅
其實係雄性領袖嘅副手。咁樣做，西班牙原羊就可以避免同年輕雄性嘅車輪戰，令雄性領袖元氣大傷，危害佢嘅繁殖權利。但係無論如何，雌性總係有權接受或者拒絕。伊比利亞半島覆蓋接近60萬平方公里，面積係撒哈拉沙漠嘅1/15，亞馬遜盆地嘅1/10。佢只係佔歐洲面積嘅5%，但野生生物嘅價值同面積唔成正比。呢啲土地異常重要，咁係因為呢度嘅多樣性同地緣戰略位置。喺南面，非洲附近，由大西洋嘅阿爾加維到地中海嘅海灘，永遠都唔會結冰。直飛去非洲只需1小時，甚至更短。好多雀鳥都往返唔同國度，尤其喺春季同秋季。但係呢啲雁就喺冬季抵達，咁係因為佢哋唔係嚟自南方，而係北極圈以北。佢哋喺北歐嘅食物已經結咗冰，佢哋嚟搵油沙草，一種喺淺水生長嘅水生植物。油沙草嘅根部好堅韌，如果沙囊有沙，就有助輕易消化。嚟自多尼亞納沙丘嘅沙就幫到啲雁。喺冬季，數以萬計嘅雁會聚集，形成多個龐大雁群。只有非常特定而豐富嘅生態系統可以供養佢哋，例如瓜特幾維河嘅濕地、里斯本南面嘅塔霍河河口，或者係薩莫拉省嘅比利亞法菲拉湖。西班牙呢個寒冷區域一定有佢哋北方家園嘅影子，因為佢哋好適應呢度嘅低溫。入夜後，佢哋會匿喺水中瞓覺，免受狼、狐狸同野豬侵擾。但係由12月至2月，喺夜晚同清晨時分，呢啲淺水水域會結冰。除非數以千計嘅雁不停咁樣用腳撥水，防止冰塊形成困住佢哋。因為咁，雁喺沿岸瞓過嘅水域，冇好似湖嘅其他地方咁結一層冰。雖然水嘅溫度喺0度以下，但係雁群用腳拍水，令佢哋維持液態。佢哋有油而且精心打理嘅羽毛，係完美絕緣體，防止佢哋嘅皮膚接觸水或者係空氣，可以保溫。佢哋嘅腳減少血液流動，將體溫流失減到最少。佢哋完全適應冬季嘅低溫。
喺庇里牛斯山，冬季總係白茫茫，而且寒風刺骨。但係杜鴉熱血沸騰，即使係喺1月嚴冬，超過3000米高嘅地方，杜鴉選擇喺呢日飛越最大風同最險峻嘅山峰，因為係時候向其他雀鳥顯示佢哋嘅本領。杜鴉群喺冬季聚集，表演空中雜技。呢啲唔止係練習，佢哋嘅俯衝同垂直翻轉都好危險。咁高速咁飛得咁近對方，側風風勢強勁，加上能見度低，都增加佢哋失衡。毫無疑問，呢啲雀鳥嘅智慧令佢哋享受呢種遊戲。無論用任何物件都樂在其中，佢哋搶嚟搶去玩得好開心，但係最終目的唔係為咗玩樂。呢一對喺度令生理時鐘同步，加強感情聯繫。佢哋幾乎全部都會揾到伴侶，但係佢哋唔會揾最好、最強或者最勇敢嘅鳥類，而係揾最合拍、同佢哋最同步嘅鳥類。嚴寒逼近，椋鳥嘅社交行為急劇改變。喺春季，每對椋鳥會獨立生活，養育幼鳥。然後喺秋季，佢哋會同鄰居聚成一小群，一同覓食。到咗冬天，佢哋會聚成一大群，一同睡眠。鳥群嘅數目有時多達幾百萬。較年輕嘅椋鳥會佔據鳥群嘅較外面，形成外圍。呢度係最危險，因為捕食者會攻擊呢度。經驗最豐富嘅椋鳥通常飛去鳥群中央，喺嗰度受欠缺經驗嘅年輕椋鳥組成嘅堅固屏障保護。年輕嘅椋鳥冒險保護，換嚟改善飛行嘅知識。更重要嘅係知道夜晚喺邊度揾食，同埋邊度藏身。喺過去3日嘅黃昏，佢哋喺樹枝上休息嘅時候，俾2隻雀鷹襲擊；而喺空中就俾遊隼襲擊。只有呢種鳥類先至可以喺上空擊到佢哋。但係喺300萬隻鳥類裏邊，一日有3隻死亡，損失唔算慘重。而且喺統計學上，死去嘅雀鳥一定係唔可以好似其他同伴咁喺電光火石間同步飛行。多得呢種淘汰，椋鳥群飛得一年比一年好。到咗1月中，冬眠期進入最艱巨嘅階段，埋於地下、藏於樹幹裏邊，或者浸沒喺冰水之中，好多生物都一直等待，佢哋暫停活動，其中有好多唔會再醒返。冬眠並唔容易，
伊比利亞半島最常見嘅青蛙佩氏蛙，係最能夠抵禦低溫嘅兩棲動物之一，甚至無懼結冰。如果生物體內出現冰晶，就會造成無法修補嘅損害，通常都會致命。喺細胞中溶解嘅水結冰時變大，破壞細胞膜同細胞壁。冬眠時要喺極端溫度下生存嘅動物，有保護佢哋避免結冰嘅物質，限制每個細胞即使結冰時變大嘅程度。無脊椎動物同脊椎動物都具備呢種重要適應能力，咁樣先唔會喺冬眠中死亡。冬眠係一流嘅策略，動物以呢個過程可以應付極端嘅大陸性氣候或者係高山嘅惡劣天氣。好多動物因為咁唔需要揾食物，甚至唔需要消化。方法好有效，因為寒冷令動物睡眠時體溫維持喺好低，令能量消耗降到最少，近乎係零消耗。如果有幾日有較為溫暖嘅陽光，部分冬眠動物就會醒，四周圍移動一下，甚至出去行下，或者係飲下水。但少少暖意唔足以令佢哋進行新陳代謝，所以佢哋要再沉睡。鳥類唔識得冬眠，而且喺半島嘅西南面，西班牙同葡萄牙邊境附近，雖然會寒冷，但係唔至於極寒。鴿就開始成雙成對咁飛，雄性同雌性會互相追隨幾小時。佢哋休息時會嘗試唔同嘅岩石，選取最適合將來築巢嘅地方。吉卜賽人懸崖係西班牙蒙弗拉圭國家公園極著名嘅地標之一。呢度有世上最大嘅鴨鷲群之一。直至幾十年前，鴨鷲嘅數目一直都下降，但係而家數目正回升，亦令呢個郊外地區恢復平衡。伊比利亞南岸冇動物冬眠，喺全年天氣最惡劣嘅時期，天空會變得多雲。氣溫最多降至攝氏5或者10度，但係天氣唔會變到好凍。不過昆蟲同節肢動物都減少，包括紅殼食嘅豐年蝦。於是紅殼要分開，唯都冇咁搭對腳。
微溫嘅西南風助紅鶴再飛返家園，亦將好多非洲嘅沙吹去多尼亞納嘅濕地，創造出罕有嘅沙丘生態系統。有啲植物適應到呢種冇咩水分同養分極少嘅底土層，植物嘅莖同根形成咗屏障，將沙略為固定。每個沙丘都係咁樣逐漸形成嘅，但係沙就好似液體，唔可以靜止。沙丘會移動，冇嘢可以完全阻止佢哋前進。前進速度係每年3到6米，速度非常慢，但最終佢哋會抵達沼澤，會沉沒喺裏邊，然後消失。喺多雨嘅年份，水會將沙沖走，帶翻去海度，完成整個循環。但一路上，沙丘會將所有嘢趕盡殺絕，佢哋好似海浪咁排列。呢度有6排主要嘅沙丘，植物喺每排沙丘之間揾到地方生存，但係生存時間有限。石蟲可以形成壯觀茂密嘅樹，但係都有例外嘅。有時候，石蟲生長喺適當地方，或者比其他樹生長得更快更高，就唔會被淹沒致死，因為啲沙唔可以完全覆蓋佢。佢成為例外，佢目擊沙丘經過，而且可能代表石蟲新品種嘅未來。濕地同沼澤都係生物多樣性集中嘅生態系統，呢點喺水禽方面尤其顯著。呢度有好多水禽，而且種類繁多。如果有鳥類，就會有魚、無脊椎動物、脊披同掠食者。呢啲珍貴嘅潮濕棲地扮演好重要嘅角色。桑托尼亞嘅沼澤、塔霍河河口、厄波羅河三角洲、多尼亞納或者係代米耶爾嘅濕地，呢啲可能係最重要嘅棲地。無論係對於本地品種，亦或係中途喺度休息同進食嘅候鳥品種。部分品種嘅鴨喺家園嘅氣候惡劣時，甚至嚟呢度過一整季。而家有無數鳥類喺伊比利亞過冬，不過喺呢個時期未必每日見到佢哋。惡劣天氣經常令佢哋要匿喺蘆葦同紫草之中，令呢片土地睇落好荒蕪。伊比利亞西北面嘅狼數目逐漸回復正常。最多狼嘅地區可能係由蒙特西尼奧自然公園至到葡萄牙唯一嘅國家公園佩內達吉爾斯一帶。呢啲狼每日都越過西班牙同葡萄牙邊境，
前往庫萊布拉山脈，甚至抵達加利西亞嘅安卡雷斯山脈，混合同加強佢哋嘅基因同血脈。呢啲土地嘅保護工作證實成功。頂尖掠食者可以繁殖嘅生態系統就係健康生態系統。同樣，伊比利亞狼亦再次佔據昔日喺斗羅河南面嘅領土，甚至抵達半島中央馬德里附近嘅山脈。寒冷冬夜再次響起新狼群嘅叫聲，佢哋重奪昔日雄霸嘅土地，而且組織緊獵食。雖然就到3月，但尋晚喺巴爾薩恩森林全年最寒冷嘅一晚。森林位於中央山脈，高度接近2000米，尖細松針好頑強，好似仙人掌嘅刺咁。呢啲樹嘅葉可以忍受酷熱同嚴寒。事實上，呢片極端之地嘅幾乎所有生物都可以喺而家嘅攝氏-20度到夏季嘅30度以上生存。大氣溫度溫差達50度。喺南邊150公里嘅加貝內羅斯國家公園，土地亦經歷咗嚴寒嘅霜降天氣。嚴寒奪去呢度好多動物嘅生命。呢隻赤鹿捱唔住，但係嚴寒亦有利自然淘汰，篩選出適應能力最強嘅動物。呢隻狐狸充分把握幸運遇上嘅機會。狐狸會獵食，但係同多數掠食者一樣，佢哋唔會嫌棄好嘅腐肉。但係屹鷲就已經發現腐肉，而且唔打算分享。冇動物會夠膽同咁多屹鷲敵對。無論天氣凍定熱，伊比利亞半島嘅屹鷲都唔難揾到食物。佢哋總有屍體可以食。幾十年前，呢個物種喺度面臨絕種，但係而家數目回升。屹鷲而家開始選擇配偶，準備養育後代。雌性即將生蛋，呢個係佢哋全年需求最大同最飢餓嘅時候，所以亦特別兇猛。雕梟喺最惡劣嘅寒冬中養育幼鳥，仲早過屹鷲。呢啲幼鳥幾星期前出世，有啲甚至喺1月就破殼而出。熱齒動物兔甚至狐狸同偶爾出現嘅鳶，都係全球極大嘅夜行猛禽，經常獵食嘅獵物。貓頭鷹同所有頂尖掠食者一樣，有助獵物嘅基因庫保持健康同平衡。佢哋喺夜間獵食，充分善用銳利目光嘅優勢，
其他動物就咩都睇唔到。呢日伊比利亞比前一日早少少日出。喺阿拉貢南部，數以萬計嘅鶴好似雁咁夜晚匿喺水度，相信可以避開肉食動物嘅攻擊。嚴寒天氣仍未離去。雖然已經減弱，而且時間冇多，3月春分好快就到，啲鶴等緊回暖跡象，然後展開歸家之旅。但係跡象亦未出現。呢個早上有好濃嘅霧。所有嘢都布滿水珠，但係陽光就越嚟越溫暖。喺冬天，泥土同水喺夜晚流失嘅熱量產生輻射霧，以微細水粒子嘅形態上升，停留喺空中。喺黑夜同白晝之間嘅黎明時分，喺猛烈陽光令一切都睇得清清楚楚之前，有微弱光線將水蒸氣包圍。好多掠食者都中意呢個時刻，因為佢哋會較易得手。呢個時候比較容易見到水獺。西班牙同葡萄牙嘅保育工作目標係清潔同改善河同湖嘅環境，等呢啲具代表性嘅動物數目再次增加。包括由加利西亞到安達魯西亞，由阿連特魚到比利牛斯山，一切有小龍蝦、魚同兩棲類嘅地方。對好多兩棲類嚟講，2月同3月初都係繁殖好時機。但喺呢度，即使喺冬季，都經常有較暖和嘅日子。黃條背蟬樹同其他動物就會開始唱歌。水溫係佢哋聲調嘅關鍵，因為會影響佢哋嘅聲帶。講最理想嘅水溫係大約攝氏9度。呢種兩棲類交配只係歷時好短時間，而且視乎天氣，每個水域都有自當中好多永遠唔會繁殖，但係受精過程一旦開始，就幾乎冇可能分開佢哋。要令獲得生殖權嘅雄性斷臂先可以阻止。
喺卡索爾拉至莫雷納嘅南部山脈同孟菲拉圭國家公園嘅壓軸，察覺到空氣中嘅轉變。佢哋嘅荷爾蒙令佢哋好緊張。最隱蔽嘅巢穴、最佳位置嘅巢穴、喺最平坦地方嘅巢穴、最陡峭崖壁嘅巢穴，或者係最易到達嘅巢穴，佢哋都會奮力守護。可以選擇嘅地方唔多，鳥巢嘅分別，例如有冇遮擋、夠唔夠大、穩唔穩定等等，都主宰幼鳥嘅生存機會。頭幾隻幼鳥已經孵出，佢哋冒嘅險最大，但如果生存到，佢哋會較同伴早着先機。佢哋要喺夏季熱流到嘅時候學識飛，好多動物會渴死，成為下一代壓軸嘅食物。經常令學難以飲水嘅冰呢日變薄咗，呢個係另一個跡象，顯示一切好快會改變。呢啲鶴喺北方繁殖，由瑞典至俄羅斯一帶，佢哋秋季時嚟自嗰度，亦會返去嗰度嘅巢穴。當呢啲鳥類出現繁殖焦慮嘅跡象，就證明終於開始暖和。有幾隻好似好開心，佢哋嘅舞蹈促成第一對配偶，可能會比翼雙飛咁回程。不過為免有錯，逐步了解對方都係好事，因為到咗初春，就係時候要離開。今日係3月21日，春天，全部鶴飛走晒。理論上，未來幾個月會比較凌亂，變化嘅天氣，難以預測嘅行為，急切出世、進食、生存，呢個係萬象更新嘅開始，隨住植物界同花卉嘅甦醒而展開。
係時候交配、冒險同重新開始。